邊個可以話俾哀家知，我哋過濾好多海水，有機會累積病菌同諾如病毒，要點樣穩定民心，等啲人類百姓可以安心食我哋啊？朕可以同朕 check 下，啲人係咪只會去可靠持牌嘅商鋪、食肆或者網店買我哋，再同朕 check 下我哋嘅活蠔係咪新鮮、外殼完整、冇異味，係咪輕輕敲下個殼都唔會開，最後同朕 check 埋啲外殼係咪洗刷乾淨，如果係預先包裝嘅 check 埋食用期限，同埋處理我哋之前之後有冇徹底洗手。歸為生蠔王朝，你竟然煮熟自己，蠔子野心，罪該萬死。豪帝之所以煮熟自己，係因為深知孕婦、幼童、長者同免疫力低嘅高危人士要避免進食生蠔。臣妾相信大家都想維護食物安全。蠔是海水生，生食何太急？